有冇諗過喺溫哥華對住 Cold Harbour 同埋 Stanley Park 頂級嘅海景，同時間可以享受到喺日本溫泉酒店式嘅浸浴體驗呢？今日就帶大家嚟睇日本建築大師隈研吾喺溫哥華所設計嘅地標式住宅 Alberni by Kengo-Kuma。隈研吾享負盛名嘅設計理念就係弱建築。運用天然嘅建材，結合水、光影同埋柔和嘅線條，令到建築物同埋側邊嘅環境和諧共存。返到屋企，遠離煩囂，得到生活上嘅寧靜，實現大隱隱於市呢種生活理念。標誌性嘅弧形木門，線條極致同簡潔，係 Alberni 最能代表大師語言嘅地方。日本文化非常注重浸浴。而隈研吾就係將呢種日本文化帶嚟溫哥華，令到你喺溫哥華煩囂嘅生活裏面都可以體驗到喺日本溫泉文化嘅生活態度。如果你中意低調嘅高級感 ，Alberni by Kengo-Kuma 可以話係溫哥華 downtown 裏面最接近嘅作品。想親身體驗嘅話，就私信我啦，我帶你嚟親身睇睇。